有啲做咗幾屆政協㗎啦，蔣麗芸嗰啲，連國旗點樣嗰5粒星係咩佢都未識啊，啱唔啱啊？咩嚟嘅啫？嗰啲係咪？佢你好理解啊，係咪？成日叫我啲人翻大陸，就理解下大陸點樣進步。黃毓民議員請你等等，蔣麗芸議員咩事？我要發言啫。你唔好，你要想下次發言。傻傻地去開會開到而家2年幾3年，你都唔知道規矩，係咪？黃毓民議員請你。咁我講緊嘢，你舉咩手啫喺度講嘢？你學我做㗎嘛？呢啲嘢係喺度站亂歌病。我語無倫次，你有我咁嘅學問就好啦。而家政協委員嗰個法律冇法律位階，政治位階、權力位階排第4，你知唔知啊？第一係中共中央，即係共產黨最大；第二係第二係呢個全國人大；第3咧係國務院；第4就係政協。舊陣時咧嗰個政治局常委，共產黨個排位就咁樣排嘅。後來呢一屆就改咗咧，就國務院總理就排第2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所以俞正聲咧喺政治局常委裏邊排第4嘅。我熟過你啦，唔使翻大陸開會都講啊講，係咪？嗰個係一個統戰組織嚟嘅，係咪？你入邊學到啲咩啊？我哋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即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就係你哋呢啲人啊，只緣身在此山中，喺入邊俾佢迷住，我使乜翻大陸啊？清楚到不得了。要個政府有效率就學共產黨啦，係咪？極權政府最有效率。你一有民主，一有民選嘅議員，就政府一定冇效率㗎啦嘛，呢個係必然㗎嘛。問題你自己大家點樣協商嘛？唔係你打橫嚟嘅，你要惡晒嘅，你梁振英係嘛？搓圓撳扁點都得，梗係唔得啦，大佬！你而家望下繼續落嚟呢幾個月立法會點開會？你睇下，你可以睇到嘅、預測到嘅，跟住財政預算案拉緊你㗎啦，唔使講㗎啦。跟住政改又嚟啦，呢個會期一定係搞到你雞毛鴨血㗎啦。咁啊點啊？殺死我啊！話俾你聽，下屆我要選，瞓喺度我都贏。問題我選唔選啫？